心理學入面有個概念叫做歸因偏差，意思係人喺判斷一個人成功或者失敗原因時，通常會過度放大個人能力嘅影響，卻忽略咗環境、機會、背景同時代因素。例如，當一個人成功咗，大部分人第一時間會講佢好叻，佢好有天分，佢天生聰明。但好少人會留意到，佢可能剛好遇到好時機，有人提拔，家庭資源充足，甚至剛好身處一個適合佢發展嘅環境。同樣道理，當一個學霸成績特別好時，好多人都會覺得佢一定智商超高。但你睇唔到嘅係，當你打機、追劇、玩手機嘅時候，佢可能已經默默坐喺書台前努力咗幾個鐘。真正可怕嘅未必係天分，而係別人願意長期重複做你堅持唔到嘅事。成功者好多時只會俾你睇結果，但未必會同你講佢曾經失敗過幾多次，捱過幾多夜，放棄過幾多娛樂，又承受過幾大壓力。所以慢慢地，好多人開始誤以為成功只係因為別人比自己聰明，但其實大部分人之間嘅能力差距未必真係大到咁誇張。經過幾千萬年進化同淘汰，能夠生存到今日嘅人類，本身已經擁有相當強嘅學習能力同適應能力。真正拉開差距嘅，好多時係你願唔願意持續努力，有冇遇到合適機會，以及你身處一個點樣嘅環境。有時候你羨慕別人飛得高，卻忽略咗人哋背後早已經默默行咗好遠。所以唔好輕易低估自己，亦唔好只用表面結果去判斷一個人，因為人生從來唔只係比天分，更加係比堅持、環境同選擇。